继续正段消息，来看国民党的立委，因为来删除着政府的总预算，引起着社会议论，嘛互大罢免的战火是愈烧愈旺。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来下令，讲这新会期要来推动的法案，拢要先经过智库来做民调，才有准算。那像嘛认为国民党的立委冲伤紧咯，需要控制一下，但是负责率领立法院运作的鲍昆萁，所无来参加着智库所邀请的活动，是来引发着外界的联想。如果你要折来折过去哈，这样子给自己一个休息时间也是非常好的。调拢开工啊，哪会搁伫咧休困？是伫咧讲啥？说去倒位？敢讲是本正受到邀请的总调鲍昆萁临时临邀无来，敢若剩一对名牌代替其出席。今天是由王宏威书记长负责。今天总遭重感冒。个别委员提案没有经过党团，没有经过智库的研商。我们只是当作是个别委员的意见。特别强调智库民调的重要，毕竟若在违法党团智库无共调，鲍昆萁原本要推出的花东三法，当时嘛叫人拒绝，无怪鲍总调人雄雄身体走抓，无来参加，互外界拢伫咧起起楚楚。党团以及智库，我们会密切的合作，对于民生重大政策，都会先做民调，最后。我们再全力的来推动修法。党主席朱立伦当场讲话，讲后边爱心民调才当修法，因为顶一个会期讲论政府那赢政甲大康势力，临时党团金牌做法，表决行对会煞速速去。在有关民生议题的民调，配合我们修法的一个方向，我们都会非常负责任的跟各位媒体朋友们来做一个讨论。根本是在公开打脸啊，这个傅昆萁。有代表傅昆萁过去1年来所领导的这个国民党团所推动的法案不伦不类，所以引起社会的反弹。社会的倒弹引起罢免之战，嘛确实有想互纳坤拢会惊惊，提出修正策略，就是希望找出解套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